后来乡亲啊，台北市动物园的大猫型宝宝医宝本来拢是用拍咧行，即摆已经会晓行路了。巴肚圆滚滚，头大大粒，要徛起来无遐简单。这个医宝可能知影讲，伊的一小步是所有保育人员的一大步。出世满105天的医宝，在国庆连假期间，伊嘛无用闲，伊真拍拼咧学行路。即摆伊用4只脚已经小可徛起来啊，有进步啊。 跟姐姐相比，姐姐是在97日龄的时候就4脚能够撑起身体。不过元宝的各项的感官发展都在正常的范围内。目前的医宝体重已经有6682公克，目睭嘛使看到无共款悬度的视线。就算呢行袂在，行无几步就会滑倒，还是规气坐落来休困。不过这款的进步，伊还好保育人员真欢喜。 其实，伫动物园内面，若有古最大鸟型这种灵长类的动物，嘛是人气名称。为了让大家了解要安怎分，动物园毛拍影片，甲大家讲，原是无尾，前脚比后脚较长；狗是有尾，后脚比前脚较长。有这款的知识，后回大家来看这种古最灵长类的动物的时，就袂阁分袂清楚啊。